經書講，在雅各書1:19節有人講到，諸子和合隆重兄弟姊妹們佢講，每一人就係一天愛過多堂，唔好暗盲講法，但係呢，因為多堂對自家過好，多講法對自家唔好，嗱，一上帝嘅法教自家隆重人。一個多堂了也唔好阿掹講法，也唔好阿掹不壓，但係呢多講法不得適當人，將自家講跳法，掹不壓也對自家身體唔好，發生不壓嘅人對人心中唔好。雅各書1:20節咁樣講到，人不壓唔要做出好嘅事本人，唔要做出好嘅路本人，上帝歡喜人過多堂。少講法，嗱，自家聽上帝嘅路，上帝能夠改變自家，連自交代自家去控制自家當下，加入自家控制自家嘅口，唔好咁多亂出自家嘅法，去講好，因為講到唔好嘅法，但係當然出外人嚟到，本人唔舒格，嗱，本人唔舒格嚟講，自家都按冇頭世經歷喺度，冇和平。冇平安，所以上帝嘅法，教自家過多堂了嚟講，自家你心中呢啲攞下嚟，思想呢啲上下嚟，上了自家嘅法讓你出到嘅法，就祝福人，人家就得到上帝嘅恩典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